香港登記車輛90萬架，250萬人咧有車牌，牌照事務處咧經常都大排長龍。政府近年咧推動電子化，方便市民，亦都可以更有效咁打擊違規行為。等我同大家介紹下幾個重點。第一，智能咪錶。新一代嘅咪錶咧，除咗有電子支付，可以遙距入錶，仲有感應器咧偵測車位有冇被佔用而冇俾錢，派員巡查同埋執法。過去幾年咧，每年平均約12萬宗。運輸署咧已經計劃於今年嘅第4季喺黑點咧進行為期2個月嘅試點計劃，擺呢個攝錄器，進一步打擊咪錶走數，更加善用車位。第二，電子駕駛執照。駕駛執照咧一般用10年，好易殘舊甚至損毀。駕駛者咧今年9月中開始就可以選擇咧攜帶實體駕駛執照，或者以手機 App 咧展示電子版，方便之餘，申請過程咧亦都可以全面自動化。透過人工智能核對資料，獲批後咧又可以即時使用，唔使等郵寄。處理時間咧由而家10個工作天咧縮短到咧少過3日。第三，簡化續牌手續。貼喺車頭嘅行車證上面咧新增二維碼，一掃咧就知幾時到期，唔使年年換，只需每年交牌費。而牌簿同埋驗車紙咧都唔使提交，只要經網上申請續牌，運輸署咧就會透過保險聯會系統即時核實車輛保險記錄，裝埋牌證2 Apps 咧就可以睇晒人牌同埋車牌幾時到期，仲會收到提示信息。政府致力將政府服務全面電子化，提高效率同埋效能，亦都做到咧更加方便市民。請大家咧係留言讚好，同埋咧轉發分享，多謝。